頭先來看這風颱北海地已經減弱做輕度的風颱，要暗暝5點外已經登陸中國浙江，咱台灣可能是明仔載透早就會當解除海上警報。所落來，這北部的雨會較短和，不過是換這中南部因為透西南風，加上風颱的外圍環流會開始落雨。未來這禮拜，這中南部的天氣攏會無介穩定。對衛星雲圖演看到，這到下晡5點半鐘下，北海地風颱的中心是佇馬祖的東北方，大約290公里海面上，繼續向西北西轉西北來刷震動。暴風圈正慢慢通過台灣北部海面。氣象署講，北海地風颱結果減弱，暴風範圍已經縮小，已經降做輕度風颱。暗頭已經登陸中國浙江，嚴高風颱外圍環流依然繼續影響台灣。氣象署對11縣市發布大雨特報。特報範圍就包含了嘉義以南、台中、南投地區，以及在北部苗栗以北，包含大台北的山區。氣象署講，若照這陣路線來預測，上緊初十8日透早到早起就解除這個海上風颱警報。不過氣象專家提醒講，較會落雨所在對中部以北整個中南部，尤其8日開始受到外圍環流加西南風相陣影響，中南部規工有雨，而且有局部大雨。受到低壓帶影響，未來一禮拜中南部天氣攏無穩定。10號開始，11號一直到16號左右哈，南部地區大概是在嘉義以南這個地方相對就比較容易會有這個降雨。也照氣象署統計，到初9下晡5點為止，2天總計落雨量排名頭一名是小油坑，有403毫米，佮再來是擎天宮357.5毫米，台北市樹林的溪山里，台中和平區的雪山橋加小雪山林道，總計雨量也超過300毫米。另外受到西南風沉降影響，天氣是真燒真熱。8日日市台東可能連續出現36度高溫，甚至有燒風發生的機會。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花蓮縣可能出現36度以上高溫，提醒民眾愛加啉水，也閣較莫去晒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